伫咧北美地区，车八有机会看到天狗假日，也就是咱讲的一传说。其中这尼加拉水墙呢，获国家地理杂志评论组上介好的观赏地点。真侪民众拢提早入去迄个所在占位，要来欣赏到这日传说。当地政府也遂宣布，这日经济状态，到时可能会有上百万人去遐观光。北美洲4月7日有机会看一段戏，会飞南太平洋顶端开始向北，早起10点左右经过墨西哥西部沿岸，为美国德州、切加缅因州、加拿大安大略甲魁北克省等地部分地区，用伫下晡时间看到天狗假日。伫美加交界尼加拉瓜水墙是这一摆天狗假日上好观赏地点，已经真侪游客来遮，旅游甲餐饮业者拢准备好啊。当局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加强人流管制。Make sure that what people needed on a regular basis, our beverages, snacks, all these things, water bottles should be prepared. We're preparing for up to 1 million people visiting our city at the same time, which would be a record crowd. 天狗假日是月球将日头完全遮掉咧。美国顶一摆是2017年，加拿大是搁较早1979年。这一摆天狗假日会继续3到4分钟。这个北美民众早就准备好观测工具，相信技术搁将光线转换做片仔甲单风管的声音，好市场人士会听到日传奇的过程。In 2017, I just distinctly remember feeling really left out. Even though we can't see something, it doesn't mean that we can't experience something. 天狗假日每18个月就发生一摆，所以毋是每一个所在拢能看到。比如美国地区，一摆爱等到2044年。对这一世人无得靠今年看到一摆天文现象，民众拢真少讲。公司新闻杨元平报。